記住嚇，千祈唔好望，一望嘅話咧，分分鐘咧衫都扯爛埋你，到時咧你好尷尬。嚟胡志明玩咧，大家遇到最常見一個問題咧，喂，第一晚夜晚究竟去邊度玩？來來去去3個選擇啦。首先第一個酒吧街啦，亦都係我哋所講嘅飯老街；第二個日本街啦；第三個咧當然係各式其式嘅 KTV 酒吧啦。首先我講一講飯老街啦，飯老街咧係成個胡志明咧最網紅嘅酒吧街嚟㗎。呢條酒吧街咧基本上咧1年365日咧全部咧都係爆晒人㗎，大家會見到啦，中韓美日歐乜人都有㗎啦。但係咧大家有幾樣嘢會小心。首先第一個喺當地越南咧好興玩一啲乜嘢品嘅，呢啲品大家千祈唔好掂啊！如果唔係你翻到中國咧，海關你都過唔到。第二樣嘢嚟講咧，有好多小朋友咧有機會去販賣一啲古靈精怪嘢，大家一定要小心。而家越南嘅法律咧打擊呢啲乜嘢嘢咧，唔似泰國非常非常之嚴啊！一攋嘢嘅話咧，唔係錢可以解決得到㗎呢個問題。第二個日本街。日本街咧，其實早期咧佢係胡志明市啦，俾日本人一個社區俾佢哋去聚居，所以裏邊咧有好多嘅日本文化帶到過嚟咧，有我哋嘅日本餐啦，亦都有居酒屋啦，同樣亦都帶咗咧我哋喺日本咧好接近嘅歌舞伎町咁樣嘅文化咧喺呢條日本街裏邊。記住嚇，千祈唔好望，特別夜晚行到入去，一望嘅話咧，分分鐘咧衫都扯爛埋你，到時咧你好尷尬。同埋咧，嗰度咧啲小姐姐咧會不停咁樣拉你入去咧飲翻杯啤酒，大家要小心啊！裏邊嘅坑咧係非常之多㗎，一定要問清問楚價錢先好入去。當然啦，日本街南哥係好中意去裏邊嘅日本餐，3個字平靚正，再加埋正宗，你喺中國係絕對食唔到㗎。第三個就係越南嘅 KTV 同埋我哋嘅酒吧啦。其實如果酒吧嘅話咧，大家咧睇翻各方面嘅攻略啦，記住自己去點玩點成，冇問題嘅，治安非常之好嘅。特別係一郡嘅酒吧啦，有低中高級同埋唔同類型嘅。南哥比較中意去一啲爵士酒吧，你哋中意嘣嘣嘣嘅大把選擇啦。但係 KTV 一定要注意下，你寧願自己去撞都好，你一定唔好話貿貿然俾一個唔收你錢或者收你極為之平嘅導遊帶你去呢啲 KTV， 因為去得嘅話，你預咗嗰把刀喺條頸嗰度噶啦。如果有試過呢啲經驗嘅，麻煩評論區話俾各位兄弟聽。